环保署委托如果儿童剧团创作的环境教育亲子舞台剧，今仔日伫台北树林的儿童新乐园演出头一场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大人囡仔对台顶跳舞，一出环境保护的亲子舞台剧就要起歌。最喜欢什么角色？最喜欢什么？马头鹰。可以让他有一些环境的概念，透过这种亲子剧的方式。COVID-19 已经足久啊，想讲带囡仔出来踅踅。这出拯救地球你我伊的舞台剧是环保署委托如果儿童剧团创作演出，希望培养囡仔爱护环境的概念。回去可以去告诉他的家人，告诉他的附近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，跟他们教你怎么去保护这个环境。佳佳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怪怪的嘞？好像是哎，他们该不会是感冒了吧？剧本由3本环境教育绘本改编，以现代囡仔的生活经验出发，描写2个小朋友帮助动物的故事。这2个小朋友透过的电脑环境的保育的知识，去帮助侏罗树蛙找一个家，帮菱角鸮找到家，帮北极熊和圣诞老公公有机会能够继续为我们小朋友送礼物。这出亲子舞台剧7月至9月伫全台9个县市巡回，计共11场演出，会使透过网络免费领票1场。记者郭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